歡迎返到嚟 Audrey in Japan。呢條片會帶大家去位於九州南端嘅宮崎縣。福岡機場去到宮崎機場大概係45分鐘嘅機程，如果博多站坐新幹線加埋高速巴士就大概係3個鐘嘅車程。第一站就係去醍醐神宮，最方便嘅方法就係自駕，喺宮崎市中心嘅南部出發，車程大概係45分鐘，亦都可以利用宮崎交通嘅路線巴士，但係班次就比較疏，建議預先查好時間表啦。不論係由日南市向北定係由宮崎市向南出發，沿途都有好壯闊嘅海景去相伴。醍醐神宮係一座十分罕見嘅神社。建喺海邊懸崖嘅洞窟之中，係南九州嘅代表性神社。以神宮為中心嘅醍醐地區一帶，被指定為日本嘅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喺行去本殿嘅參道上面，可以將日向灘嘅美景盡收眼底。海峽周圍有形形色色嘅岩石，強力嘅海浪拍打上去。參拜嘅時候需要行落去建喺懸崖上面800米左右嘅石級，建議大家就着比較舒服嘅鞋啦。呢度一定要試嘅就係摘魂玉啦。本殿前嘅靈石龜石係傳說裡面載住豐玉公主喺海神宮嚟到陸地嘅神龜嘅化身，而龜石中間有一個凹入去嘅洞。玩法就係俾200 yen 買5粒魂玉啦。規則就係企喺懸崖邊，將魂玉抌落去海中龜石背凹咗嘅水坑裏邊。而根據傳統，男性就要用左手，女性就要用右手去投擲。如果成功投入，據講願望就會成真啦。而神宮嘅主建築就係位於面朝太平洋嘅巨大岩洞裏面，朱紅色嘅社殿同埋深色嘅岩壁同埋藍色嘅海面形成好強烈嘅視覺對比，係日本神話裏面海神之女豐玉姬為分娩而建造產房嘅地方。洞窟裏面有一處御乳岩，相傳豐玉公主喺翻返龍宮嘅時候，為咗可以繼續為孩子哺乳，就將自己嘅乳房留咗喺呢一個岩石上面啦。神宮用喺乳岩上面滴落嚟嘅水製成嘅御乳糖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俾信眾求安產、育兒同埋母乳通順。買神社安產套裝嘅孕婦就可以免費索取乳糖水啦。神宮附近嘅手信店就可以買到限定嘅手信，機場同埋車站買唔到㗎。有混玉餅乾、神宮毛巾、仙貝。離開神宮就見到鬼之洗衫板啦，係位於宮崎縣青島海岸周圍嘅獨特海蝕地形。佢嘅外觀好似好大嘅洗衫板咁樣。午餐嘅地點就係位於日南海岸，坐擁絕佳海景嘅 Epudon Tei。呢一間小型旅館兼餐廳擁有一個可以俯瞰大海嘅白色露台，而室內嘅位置都係絕佳嘅觀海地點。呢度星期三休息，午餐就係11點供應到夜晚7點，而3點之後就要預約啦，記得只收現金。餐廳供應以青島龍蝦同埋新鮮海鮮為特色嘅日式料理，以及宮崎縣嘅特色菜，例如係南蠻雞。我就叫咗超級豐富嘅基御膳，有嚴選九州同埋宮崎嘅新鮮生魚片，魚生都係入口即化嘅鮮甜口感，而墨魚就彈牙有勁，仲有時令嘅蔬菜沙律、醋漬昆布絲、山藥泥、醃蘿蔔青瓜片、醬油燉魚頭同埋自製嘅魚漿可樂餅、鹽烤大蝦、宮崎嘅名產南蠻雞、鹽烤榮螺、螃蟹味噌湯，湯頭真係非常之濃郁。另外叫咗嘅就係吞拿魚當啦，入口即化，脂香濃郁。下一站我哋就係去野島神社，呢個係一座同日本著名民間故事浦島太郎傳說淵源好深厚嘅神社。
呢度有2棵根部相連嘅巨大雀榕，樹齡大概係400年，象徵夫妻和睦同埋長壽，已經被指定為日本嘅國家天然紀念物。每個月都會發行限量嘅御朱印，而新年就有馬年嘅御朱印啦。由於鄰近日南海岸，係著名嘅衝浪同埋單車路線嘅勝地，有雪松木製成嘅單車御手同埋海洋御手，非常之受歡迎㗎。神社裏面就有停泊單車嘅位置，所以有好多單車好手都會將神社作為中途嘅休息站。於肥城下町被譽為九州嘅小京都，係九州第一個被指定為重要傳統建築群保護區嘅歷史城鎮。JR 日南線於肥站落車，步行大概20分鐘就可以去到城下町區域啦。觀光列車海行、山行都會停呢個站。呢度完整咁保留咗江戶時代嘅武士宅地、石牆同埋商家建築，充滿住懷舊嘅氛圍。當地仲推出咗名為 Ayumi-chan Map 嘅美食兌換券地圖，遊客可以憑券喺指定嘅40多間店鋪換小食或者係紀念品，享受邊走邊逛邊食嘅樂趣。首先去元祖於肥天本鋪換已經有數百年歷史嘅於肥天婦羅於肥天，呢間鋪就被視為始創者。做法就係將日南海岸捕獲嘅新鮮小魚磨成魚漿同埋豆腐、黑砂糖、味噌混合之後再油炸而成嘅。佢有啲似台灣嘅甜不辣，又或者係日本其他地區嘅薩摩炸魚餅，但係口感就更加柔軟，而且有獨特嘅微甜風味。店員有問使唔使翻譯，不過我就覺得凍食都唔錯啦。小川秀太郎紀念館就係為咗紀念明治時代著名嘅外交官小川秀太郎而設立嘅博物館。佢曾經2度擔任內閣嘅外務大臣，佢嘅政績顯著。其中值得一提嘅就係1905年全權代表日本簽署咗 Portsmouth 條約，亦即係日俄和平條約，結束咗日俄戰爭。呢度就展出咗小川秀太郎生前用嘅外交文書、手稿、書信同埋當時嘅歷史照片，而門口就有免費參觀嘅部分。於肥城嘅大守門就係喺1978年用當地嘅於肥杉復修重建，係於肥城嘅象徵。由於於肥杉有豐富嘅樹枝，具有強大嘅防蟲同埋防潮能力，因此大門到而家都保存得非常之好。於肥城歷史資料館係一座小型但係內容豐富嘅博物館，專門展示於肥藩嘅歷史同埋文物。呢個景點都係包括喺6個景點嘅共通券裏邊。隔離竟然係於肥小學，係一座同歷史遺跡深度融合嘅具特色嘅學校。佢就坐落喺於肥城跡嘅範圍裏邊。學校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於肥藩嘅藩校正德堂曾經係培育武士子弟嘅最高學府。呢種重視教育嘅傳統一路延續至今。喺原本嘅正殿遺址上面有4棵巨大嘅杉樹，據講企喺呢4棵樹形成嘅中心點就可以獲得正能量同埋好運啦。樓梯上面嘅就係於肥城歷史資料館，而家嘅建築就係1979年用當地嘅頂級於肥杉嚴格考證江戶時代嘅建築樣式去重新興建嘅。雖然係現代重建，但係佢嘅精細程度足以代表咗當代嘅木造建築嘅技術高峰。呢一個景點都係包括喺6個景點嘅共通券裏邊。舊本院跡曾經係於肥城最初嘅本院，亦即係正殿嘅所在地，亦都係藩主居住同埋處理政務嘅核心區域。後嚟嘅行政中心移到去下方嘅區域。原有嘅建築就喺江戶時代後逐漸拆除，留低咗呢一片廣闊嘅平地。呢一片森林被譽為療癒嘅森林，亦都係好多攝影愛好者嘅天堂。
鯉魚嘅游泳池就係於肥最具代表性嘅療癒景觀啦。石牆下方嘅灌溉水路極為清澈，呢度放養咗幾百條色彩斑斕嘅錦鯉，係由當地居民共同維護同埋餵養嘅。舊山本豬平家就係山本平豬，一位來自於肥城嘅富商，係1907年左右建造嘅商家家族嘅主要宅地，至今仍然保留住當初嘅模樣。呢個景點係包括喺2個或者係6個景點嘅共通券裏面，佢係一處珍貴嘅歷史遺跡，將於肥城商人嘅宅地歷史承傳至今。建築保留咗當時丁屋嘅典型配置，包括臨街嘅高圍牆同埋入口嘅格子門，內部嘅結構精巧，有主屋、客廳、離屋同埋庭院，將各部分連埋一齊。而宅地嘅通道同埋地板部分都係使用咗當時流行嘅瓷磚，可以一窺大正至到昭和初期嘅建築時尚。Gallery Kodama 係一間擁有140年歷史、藥商老宅改建而成嘅古民家餐廳同埋藝廊。商品券可以換於肥厚燒肉子，口感紮實甜而不膩，或者係我揀嘅呢個團子，就同大福同埋麻薯唔同。團子嘅口感比較紮實，而且有彈性，唔會係過於黏牙。商家資料館係由當時經營文具同埋五金生意嘅富商山本家喺1870年去建造嘅，係一座好宏偉嘅木質倉庫。佢分為2層結構，牆面就有白色灰泥，所用嘅木材都係樹齡超過200年嘅大美杉木。佢係典型嘅丁屋建築，混合咗店面同埋居住區。呢度展示咗當時用嘅算盤、帳冊、五金器具、文具同埋極具歷史感嘅店鋪看板，而建築內部嘅梁柱結構同埋細節，展示咗明治初期高超嘅木造建築藝術。呢個景點就包括喺2個或者係6個景點嘅共通券。Kurumu 係一間非常之受歡迎嘅手作甜點同埋洋果子專賣店，佢嘅招牌商品就係口感好似雲朵般蓬鬆柔軟嘅戚風蛋糕啦，同埋鮮奶哈密瓜麵包。商品券可以換飲品，例如係咖啡、烏龍茶、橙汁。最後就喺古董店古董穿越換咗一塊布作為紀念。鳳凰路邊站就係位於日南海岸準國立公園裏面嘅掘切卡地區，喺景觀台上面可以飽覽下面蔚藍嘅大海嘅壯麗全景，同埋被稱為鬼之洗衫板嘅奇特岩石地形。呢度4季鮮花盛開，種植咗大概20棵嘅鳳凰樹、南花楹同埋三角梅，營造出濃郁嘅熱帶度假氛圍。呢度仲賣好受歡迎嘅軟雪糕，係宮崎特有嘅口味，例如係宮崎芒果味同埋日向夏味。喺 JR 宮崎站東口搭直達巴士，大概10分鐘就可以去到 Aeon Mall 宮崎，係宮崎縣最大嘅購物中心，集時尚服飾、雜貨、家電、美食等等嘅店鋪於一身。呢度大概有250間嘅專賣店，進駐嘅品牌包括 Uniqlo、GU、無印、Three Coins、Nico and、Love、Daiso 等等常見嘅日系品牌。Aeon嘅超市裏面就可以買到南九州限定嘅特色手信。去到之後記得要去詢問處攞為外國旅客提供嘅500N 優惠券，可以同免稅嘅優惠疊加使用。購物滿5500N 含稅就可以用啦，每人每日可以換1次。部分嘅品牌可能限制使用，用之前記得要確認。呢度仲有 BB 車同埋小朋友可以玩嘅手推車。今次住宿位於海邊嘅宮崎全日空假日酒店，最頂層嘅 Premium Floor 嘅 Superior Twin， 一望無際嘅海景真係好舒服。酒店有溫泉同埋桑拿。付費嘅健身房，可以俾錢租單車、
立式醬板、浮潛呼吸管等等。仲有兒童房。The next day， 第二日喺酒店食早餐，景觀真係十分之舒服。日式早餐嘅選擇都有唔少。有沙律、Egg Benedict、南蠻雞、國父麵包、Pancake 泡芙西多士、西式早餐、士多啤梨醋、芒果醋、鄉土料理冷汁。晚餐嘅地點就係位於幸家園骨通店，係宮崎市區一間好著名嘅宮崎牛燒肉專賣店，喺1987年獲得宮崎縣頒發宮崎牛指定販賣店第1號嘅認證。餐廳以提供高品質嘅 A4、A5 級和牛聞名嘅，氛圍有昭和時代嘅復古感，有好多名人都嚟過㗎。牆上面就掛滿咗簽名板，包括日本知名嘅藝人同埋運動員，建議就預先訂位啦。特別係晚飯嘅時段，入餐廳嘅時候見到有2組本地嘅客人因為滿座而需要離開。1樓嘅位置都係半開放式嘅包廂，我哋就叫咗5個大人氣嘅部位啦。人氣第3嘅厚切極品里脊。呢道菜就係宮崎牛嘅精華，油花極其豐富，厚切嘅做法可以令到表面烤到微焦酥脆，裡面就係呈現半熟入口即化嘅油脂甘甜。人氣第1嘅菲力係被稱為肉品之王，以佢健康低脂同埋濃郁嘅鮮味而聞名。人氣第4嘅橫膈膜肉喺口感同埋外觀上面非常似紅肉，纖維較粗而且非常柔軟。帶有適當嘅彈性，唔似一般內臟咁有怪味。人氣第2數量限定嘅鹽牛舌，人氣第5頂級雙角牛小排，入口即化，一口冷面，口感清爽。宮崎嘅蔬菜拼盤包括洋葱、甜椒、香菇、椰菜、茄子同埋係紅蘿蔔。韓式湯飯，米飯加入咗高湯裡面浸泡而成，口感溫潤。另外介紹嘅餐廳就係宮崎站行5分鐘嘅地雞炭火燒 Suisun， 可以喺網上面預約。餐廳主打宮崎炭火燒雞肉，用嘅就係木炭，係產自宮崎縣嘅日向備長炭，佢被譽為日本3大備長炭之一，品質享譽全國。呢度就提供2種雞肉，一種就係宮崎地雞。喺宮崎地雞嘅眾多養殖戶裏邊，呢度揀咗嘅就係壓缸地雞。呢種雞喺養殖嘅技術、飼養環境同埋獨特嘅飼料配方方面都好有研究。另一種就係大家比較熟知嘅宮崎赤料雞啦，口感有勁度，而且越嚼越香。調味好簡單，只係用咗鹽同埋胡椒，而日向備長炭嘅熱度同埋香氣就真正咁激發咗食材嘅鮮味啦。煙燻鴨嘅薯仔沙律，呢度嘅薯仔沙律混合咗酒同埋煙燻嘅鴨肉，再以切片嘅紅洋葱，風味真係非常之好。雞刺身方面，我哋就叫咗隻燒雞腿肉塔塔雞啦。塔塔雞通常就係指食材表面快速炙燒，令到佢外部熟透，但係內部咧就保持新鮮嘅狀態嘅烹飪方式。南蠻雞係宮崎嘅靈魂美食，外皮酥脆，雞肉鮮嫩多汁，同酸爽嘅南蠻醋同埋塔塔醬完美融合。Suisun仲有主打超過150種燒酒同埋啤酒，全部都係嚟自宮崎縣嘅酒廠。呢條片就到呢度，下條片繼續宮崎縣高千穗嘅行程。中意嘅記得 like、subscribe、comment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再追蹤我嘅 Instagram 同 Facebook。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